你好啊 GB 啊，今日係10月28號，食咗標靶藥差唔多2個月，報告一下而家嘅情況。而家已經交咗由政府醫院去跟進，咁根據上星期驗血嘅報告，指數已經跌回一個差唔多正常嘅數值，咁可以再隔2個月先再見醫生。另外我仲想分享多件事，就係關於北上買藥。原來唔係你想買就隨時買嘅，你需要好似之前睇醫生咁樣，幾日前喺微信嗰度約個掛號，到時去到醫院就揾翻屬於你嗰一科，咁同姑娘溝通，話你淨係需要買藥啫，我唔需要見醫生。咁姑娘就會幫你去揾醫生開藥單，然之後你就可以藥房買到藥噶啦。咁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。咁如果中意我真人發聲一條片就俾我個 like， 又或者喺留言嗰度加個1。咁我哋下次再傾，再見。